后来伫5年前，有一家口仔3个人到南投清境农场饲马翕相，结果2岁小男童互马夹着耳仔，软骨受伤，要求农场赔偿231万。一审的法官认为，农场有采漂语无过失，但是2审逆转。法官认为，农场无加强篱笆围墙的悬度，判农场要赔71万。美术人员指挥马表演出高难度的动作，现场拢是破发声。这是清境农场园区内底有美术表演，有真个乡亲去欣赏进前过当饲马，抑过即马取消啊。原因就是2001年。生出来查某人一家伙3人去饲马，搁翕相，因太太甲2岁后生转落坐，因后生耳仔被夹着伤，这个生出来查某人要求要赔231万。一审的法官认讲，现场有说保持距离等等宣导标语，嘛有工作人员宣导讲爱徛伫安全的维护线外口翕相。认为农场免赔，生出来民众上诉到2审，法官认讲，假日人遐济，不一定会当看到警示的标语，而且业者知影讲马有可能去夹伤游客，并无加强甲改善，所以讲爱赔游客钱。并未查核围栏的高度是否足以防止马将头伸出围栏外咬伤人，对原告等人造成之损害自有过失。法院2审判决清境农场要赔71万4千几块，未当阁上诉啊。农场讲会尊重判决。希望透过这个法院的一个审判来检视我们自己的一个安全防护作为。清境农场嘛讲，代志发生后，即马拢禁止民众饲马。马场边的栏杆嘛增加悬度，阁有牵索啊，就是要避免民众阁挖进来受伤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